大家好，我係阿卡，我哋咧去睇一睇咧荔枝角嘅福源廣場，發展商係益京啦，2008年入伙嘅。先嚟睇睇個大堂，有4部嘅客 lift 同埋1部消防 lift。依家我哋睇呢個單位咧，建築面積大概係4581尺，係由2個單位打通而成嘅。我哋先睇睇左手邊呢邊啦。整體嚟講係寫字樓裝修啦，有天花地氈，同埋有大概7、8間嘅玻璃房㗎。中間位置咧有個來去水嘅茶水間。咁我哋行到嚟右手邊呢度啦，都係會見到一啲工作台。呢一間房仔咧係有擺 sofa 同埋可以擺下啲貨物嘅。咁我哋出返去前面咧，仲有2間房仔喎，行過去望一望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觀呢個單位咧，就歡迎聯絡我阿卡啦。